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又搁出现疑似食物中毒案。出名火锅店新马拉伫咧新店路龙城分店，4月就有民众去食了身体不爽快。6月12日又有人讲去食了老土糟包。卫生局是要求对6月17日开始停止营业。业者是回应讲，这应该是个案，会全力配合调查。有名连锁火锅店新麻辣正店麻辣锅伫新店如龙城疑似传出食安问题。6月12日暗时有3人去这店共到共鼎，其中2人出现会吐糟白，看医生了后等于休困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唔敢大意，马上派人去稽查，发现有3坑伫作业区的问题，已经按业者限期改正，按若无会依法开罚。本局在截获通报后，随即派员前往稽查，现场见有部分缺失，已命业者限期改正。而该公司因1年内有2次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，达本局暂停作业的标准，故卫生局命新麻辣新店玉龙城店自17日起暂停作业。卫生局表示，因为这间店4月初9有2个人疑似食饭了后身体无舒适，加上这一摆已经是同一间店，一年来第2摆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，决定评定暂时停业，要经过审查甲复查合格了后，才能恢复营业。卫生局的现场抽验内蒙口味的红茶冰淇淋甲咸火锅料，检验卫生是不是符合标准。这2件事情，第一个不是连续，第二是个案，然后第三，它人数也不是集体，是2个人。那目前原因也还不明。业者回应，为情形来讲是个案，按过后续依然会落实相关规格食安作业，也积极配合政府单位调查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